众朋友早早，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8月初1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。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天气上新的消息。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南台湾昨变大水雨，今仔日也会落大雨，而且雨量的预报已经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所以高雄甲台南今仔日拢停止上班上课。伫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雨势会落袂歇，乡亲定要注意，可能会做大水崩山。咱天气报你知，今仔日继续受到西南气流含低压带的影响，天气是真无稳定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伫中南部今仔日会落阵雨含雷公雨，尤其伫南部的部分地区会变大雨。气象局就针对高雄、屏东甲台东发布会变雷公雨的信息。伫北部甲东北部也可能会随时落雨，主要是过昼会落雷公雨。中南部的未来一礼拜甚至9到到10天的天气，雨势拢是真大，恐惊会发生灾害。伫山区就要细记水崩山，地势低所在就要提防可能会做大水。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南台湾昨变大水雨，今仔日也会落大雨，而且雨量的预报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所以伫高雄甲台南今仔日拢停止上班上课。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则系雨势会落袂歇，乡亲就要细记可能会做大水崩山。南部3日落几天的雨，连南海水库水拢溢出来。南高边侪所在陆续传出灾情，亲像台南省公里就积水淹水，互里长甲民众拢真无奈。有诶抽也都中水啊，因为大排拢填起来，水位拢填起来啦，水无法度出去外海啦。为了确保用路安全，警察撩水也是模糊来指挥交通，不过要求民众无看，开入去已经封锁起来地下道，结果掉伫内底。没有啊，我过去警察也没有拦我，然后现在那么晚后才封锁。这波落雨有加继续到8月初1，气象局也继续对南高屏甲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。除了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之外，也要留意这种连续性的降雨造成累积雨量比较偏多。那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，至于在山区的话，则是要慎防坍方、落石或是土石流这种现象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甲午后对流发展真旺，中央气象局在5点发动较大规模也是较剧烈的大水雨作业。另外，西南气流带着大量的水汽，有加8月初1各地落雨更加明显，也提醒民众多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，先来看联合报。咱国的羽毛球男子双人组的选手王泽林和李勇，昨拍赢中国，摕到金牌。这是咱国奥运史上头一块羽毛球项目的金牌，也是这届的奥运台湾队的第2块金牌，这是创下台湾奥运史的新纪录。接落来是自由时报，伫苗栗的造桥，有一间私立的德丰教养院，内底一位姓李的医生，和院内的社工师和行政助理拍甲重伤昏去，送病院是救无回来。这2个人落尾是以10万块交保，不过医生的遗体也会伫8月初6的时来解剖厘清死因。官府也下令这间教养院就要停业，而且要甲伊罚30万。落尾是中国时报。上紧伫后礼拜1，商报就要开始宣布讲，对8月初3敢会当开放餐饮业，会当现场食食。台北市的郭文地也强调讲，会看疫情的状况，抓准有开放，也可能随时发动。另外，也因为上北有疫情，这个礼拜时上北一寡风景区有缘是无啥物人入。双北市3月新增加10例确诊，包含新北市6例，台北市有4例，其中半数拢是伫伫厝隔离确诊，疫情在可控制范围。这礼拜也是降级了后头一礼拜6，新北市表示景点人车无增加伤多，下礼拜是不是顺利开放餐饮来用，拜6就是关键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观察当中，所以观察礼拜6、礼拜天这2天的状况，能够稳定的往下走，我们都有机会就朝好的结果来做好准备。台北市是公布确诊者卡列，其中一个个案是新光3外 A4 馆的专柜人员，所以新光3外停业消毒1天。另外8月初1，台北市市立动物园加儿童新乐园会重新来开放，其中有药拢已经夜满啦。降级了后，台北市拜6景点的人，敢若上升10到15%，依然是市长。市长郭文铁表示，餐饮内容上紧8月初3开放，不过强调会看这个疫情的变化，随时来划停。如果要开放的话，是下礼拜2。
台北跟新北不太可能说规则不一样啊，这个实务上有困难的，那所以我们还是跟新北一起嘛，礼拜一宣布是一个好的时间呢。另外，65岁以上的老人要注射第2剂疫苗，双北拢斗阵来呼吁中央，真侪老大人不要使用这个有药平台，拄着真侪困扰，是不是应该有无同的做法？建议中央应该使提供更加大心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，昨个本土病例数是增加11例，伫台湾的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4354例。咱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。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，有新北6793例，伫台北是4804例，超过200例有桃园782例，苗栗是549例，基隆有313例，中华是272例，台中有206例。另外是无增加死亡的个案。这个统计资料是一管署今日早起上新的消息。搁来关心疫情的消息。国内昨搁增加11例本土，甲1个带病入境，嘛已经连续4天无增加死亡的个案。另外，立陶宛管的2万剂 AZ 疫苗也已经送到台湾了。陈市长伫记者会也特别有挂一个有立陶宛国旗的喙罨来表达感谢。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六31增加11例本土病例，个案分布以新北市6例上侪，其次是台北市4例，嘉义县1例，无增加死亡个案，已经连续4天零死亡。大概已经有20天左右，我们本土的那个不明感染源都低于10例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好现象。此外，立陶宛关境咱国的2万剂 AZ 疫苗31早起运到桃园机场，后期到10月底。指挥官陈时中伫记者会上特别挂印有立陶宛国旗的喙罨，表达诚挚的感谢。我马上会进行检验跟封签，希望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人来使用。我们非常感谢朋友这样的一个帮忙。针对东方版疫苗有药平台，部分县市考虑中培未晓就帮有药，拍算做第2期疫苗也采用注册。甲中央无强调，但是中表示爱兼顾公平性，建议也是爱配合政策。如果他要去造册，然后另外施打，那不如就是派人去服务，帮他上网，这样来的可能还来得更快一点。另外，伫新冠疫苗部分，目前累计已经有8088000多人次完成注射，疫苗注射率是32.82%。但是中强调，第4轮有药疫苗有103万多人拢会伫期限内完成。另外，外界关心国产高端疫苗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做，也需要等高端供货稳定，才会提供民众开始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看完东京奥运的精彩消息，咱个转来国内关心一寡生活的消息。伫新竹遮成功庙口头前的档休2个月了后，这礼拜总算通开放营业。虽然即马有开放现场食食，不过民众嘛是爱遵守防疫的措施。烧滚滚的米粉炒贡丸汤真成人，新竹成功庙外口卖食的档自5月3级警戒了后，全数停业，2个月无营业。真侪想要食新竹名产的民众等了真久。可以在里面用餐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其实还不错，就是比较好了，不用一直外带回家，这样食物冷掉了，味道又不好。其实疫情之前就要来了，可是就因为疫情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过来。成功庙打商管委会指出，目前是以单一出入口进行实联制，冇要求打商遵守防疫规定。卖食业者讲，看到人客来，真正真欢喜的。有生意做，有一点收入的话，会有比较好。我觉得蛮高兴的。有啊，很开心啊，比较稳定的。至少有可以赚钱啊。除了成功庙，另外真受囡仔欢迎的新竹动物园，嘛重新开放，人数限制是控制在上侪1500人。另外，园区内袂使食物件，干那会使啉水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今仔日的气象资料，咱做伙来看。伫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，伫中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，伫南部地区是24度到28度，伫外岛地区是24度到32度。东部，伫外岛地区是26度到34度，
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